遇到瓦斯漏气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关闭所有的瓦斯开关哈，那不要使用电扇或者是抽油烟机来排除瓦斯。那第二个的部分就可以慢慢的推开门窗哦，那速度不要太快，避免产生火花，那引起气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不要开动任何的电器开关哦，更不可以使用火柴或者是打火机哦，那以免引起爆炸哦。那最后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通报消防队，那派员来处理，那或者是打电话通知瓦斯公司哦，那派员来全面检查跟维修哦。针对于百货公司及大卖场，我们有针对它的做相关的稽查，主要是要确保建筑物的合法检查的状态，严禁有相关的堆置物品，还有相关的货物会影响公共安全。那各楼层的防火避难的安全梯、逃生梯，还有升降机间等等的前方也不能堆置任何的障碍物。如果影响的话，那我们也是会予以告诫业者，相关的楼梯间及后场也要随时保持净空的状态。相关的逃生动线啊，铁卷门的下方也不可堆置相关的桌椅还有物品妨碍逃生。高楼层的缓降机也需要净空。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刚刚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瓦斯浓度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这个侦测器就会侦测出来，就会警告你，然后30秒钟之后自动遮断瓦斯，就是供应就不会。瓦斯就不会持续供应，这个功能必须要正常，而且每一个饮食摊位它都要有自动的这个瓦斯遮断的设备。这边是属于一个总开关的部分，所以总开关是一个点，各个美食摊位是一个点。那我们刚好今天有碰到有看到这个6楼的这个美食街，他们本身有在做装修，先前也有申请。那第一步，第二步，在行政上合格，当然在施工规范上也必须要合格。同时6楼其他的美食摊位，他们自己本身跟瓦斯管线的供应系统也必须要做一定的这个遮断跟区隔。另外，我们现在来到 B2， 来到总开关的地方 ，B2 大家也看了有很多美食摊位，这个部分也一定要有一个程度的区隔，避免说一个地方起火全部都起火。那所以说这部分的这个瓦斯遮断器的正常运作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特别现在刚刚看到是有在正常运作，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会请消防局跟公务局就这个施工的程序以及就这个防火的系统方面来做确实检查再检查，不怕1万只怕万一，能够做最多的这个检查，让这个系统维持在最佳状态，才是对顾客以及商家最大的保障。另外是估计欢迎收看2月27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关庙壁仔头2021年因为道路开辟，伫树林地整地时，意外发现清朝唐老窑的遗址，后来经过考古发现，就是目前全台首件的清朝瓦老窑，有真重要的文化保存。对此，立委陈廷辉上午嘛邀请文化部文资局到场会看。台南关庙壁仔头因为挖出清朝的瓦老窑，引发各界的重视。立法委员陈廷辉上午嘛邀请了文化部文资局以及市府文化局、地方的里长、甲当地文化行动联盟的成员共同会看。现场有着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教授卢泰康来简报，说明目前挖出来的唐老窑。这次我们挖到是单一型的窑，所有制糖用的陶器在这边全部都有发现，而且年代可以明确是到清代的后期。这是台湾第一次发现唐漏窑，第一次发现唐漏窑。20几年前我在做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件事，那现在这个发现其实填补了台湾的陶瓷史，还有
工业技术史的一个重要的空缺。这个侧摇臂这里啊打掉了，没有关系，这边在，这都还在，在这个里面，只是现阶段不宜揭开，它后面有一些烧成温度低，因为窑温度最低的是后面。这个以后啊，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复原整个，这大概没有问题。所以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大概是台湾目前唯一的。如果相较于南投，它是发现后立刻被南投县文化局破坏的话，这里可能保存了台湾唯一有关于早期糖业史和窑业史的重要遗迹。教授带着各位穿过竹仔园，四界拢看得到一寡翠叶，而且形成一个小的山峦，一直到挖出来沿东，才确定是清代的瓦洛窑。但因为该地是私人的土地，目前挖出来只用的成原地来保存，等待挖掘基中报告送文资审议委员会来审查，才来做后续的处理。会去做安全保护了哈，因为这个安全保护，我们如果说让它崩塌了，它都三米都没啊。所以安全保护可能要优先哈，那这个也请我们的文化局代理局长这边，请我们文资处哈，因为代理局长这些做了解了哈，依照的是咱文资处的处长哦，所以做了解这个停书哈，所以安全的部分要麻烦第一时间可能今天回去要马上请我们相关人员哦来做一个确定哦，因为既然他们当时候开会就已经说了要先做回填哈，那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就赶快来做哦。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希望2个月内来做文字身份的确定。那文字身份确认，我们才能启动后续的一些状态。那我们等文字身份确定之后，我们再来开这个一次的一个协调会。好，邀集中央跟地方来开协调会，看文字身份确定之后，我们要如何进行下一步。看起来它是一个古窑的窑体啊，哈。那它到底是遗址呢，还是历史建筑，还是古迹哈？那可能台北市政府要去确认，或者是它又有遗址，又有历史建筑，又有古迹啊，也许也是这样。但是这部分还是台北市政府要先去做文字的审议哈，要先确认。那确认完了以后哈，它是不是要设立这个保护区哈？就是我们徐老师建议的要做保护区，或者是还要做这个文物的展示空间，那或者是要做文化资产的教育基地，那这一部分都是要台南市政府等到它有身份以后，那台南市政府它去做规划。那规划以后，如果有需要中央协助的哈，我们一定会在我们文化部文资局的这个补助作业要点的规范底下哈，我们会大力来支持这样。徛伫个地方的里长甲文化行动联盟的立场，当然是希望遗址会用来保存。但因为基中报告送文资委员会审议，也阁需要一段的时间。但目前挖出来部分，文化局会先来覆盖保存，避免等着大雨冲刷。至于后续的审议，立委陈定辉嘛希望2个月内会用个完成，先确定文资的身份，才阁来做后续保存的方式。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2025年，台南车展27号开始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热烈登场。今年有超过110间厂商参展，总共550个单位。开展头一天，也有10外台超跑车队快闪，加上马道的展示，吸引不少民众围观翕相，有估将超过4万人次参观。27日起，一连4天的台南车展，由啦啦队活力表演为活动各具序幕。开展的第一天，就来了大批民众入场参观，展场热闹滚滚。今年的展区规模盛大，包含新车甲能源车区、重机甲2轮车区、汽车零配件区、汽车周边配件区等，应有尽有。出席开幕典礼，市长委特指出，非常感谢工商时报支持，透过公司协力的合作结合，让每一届活动拢办理了相当的成功，不仅深受全国民众喜爱，更让大家大开眼界，满载而归。尤其台南的汽车零组件零件是非常发达的，而且事实上品质非常好，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打国际杯、打世界杯了。因此呢，欢迎大家来看看这里新的整车、新车以及零组件，通通会得到满意的
这个回应，以及非常找到新的一个想法，在这里一定要来大台南汽车展。工商时报办理的台南车展，今年迈入第3届。工商时报总经理王如哲表示，未来会持续办理落去，让台南市民拢感觉到公赢。第1年就创造出很好的成绩，那我们有了第2年的信心。好，在台南市政府在经发局的支持之下，我们去年举办的第2届，规模更是盛大。今年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我们以后将要再举办到第10届，甚至第20届，让我们全体的台南市民都与有荣焉。这届车展超过110间厂商参展，总计展出550个单位，包含汽车、机车、配件甲周边，种类丰富。还有超跑车队甲重机车队快闪活动，欢迎全国民众做伙来共享盛举。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宾馆的徛零区伫春节过后客满，家属不得不将大体放入冰柜，等待其他的商家出山，才有空位来祭拜。面对已经连续半个月拢客满的状况，市府紧急启用行动徛零区来应应，以疏解需求压力。台南市立殡仪馆因为春节天困5天，加上期间有寒流加流感来袭，所以开工以后，伫徛零区就出现客满，而且佫是连续半个月满载，嘛互家属不得不将亲人大体放入冰柜，等待其他商家出殡，才有空位来祭拜，引发家属着急，反映大体无所在通拜。面对徛零需求增加、设备不足，市府马上调整现有景行厅等礼厅的空间，作为临时徛零区，以确保葬仪会当顺利进行。那个过年期间我们的殡葬所停了5天休息了5天，然后又因为有寒流，所以那个需求量大增。那目前我们就是把那个阁位已经挪出来，大概有40个阁位来供民众来做使用。那在今年的年中大概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第1火化场也将落成启用。那这样子的话，也会提升我们的殡葬量能，然后也可以提升我们的殡葬量能来服务我们更多的民众。面对徛零需求增加，市府民政局除了紧急调度馆内会当外怀空间，疏解需求压力，同时答应会加速推动火化场的扩建计划。对此，殡葬管理所嘛借此提倡节葬、简葬，也是鼓励商家立墓随即出山，3天内火化等绿色环保观念。那在这几年来，民众对于治丧的办理从10几年前就是入殓处的所占的比例大概占1成，那一直到最近几年，这个入殓处所占的比例已经提升到4成。因为季节性造成进馆量较大的状况，其实殡葬所都要提醒商家会当先用线顶查询徛零区的状况，以卖随时应变，让商家感受到市府负责任解决问题能力。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位于安南区的普华德祭司迎接一年一度的济公佛诞大典，今年以拜宴王108的山顶海味等盛大排场来布置，表达对神明上悬的敬意。嘛欢迎各界善心大德3月1号踊跃参加祝寿。普华德祭司每到一年一度的济公活佛圣诞，总是有济志工抱着虔诚礼物的欢喜心来协助，布置由信众所捐献的青果、宝蛇、福禄寿酒等献礼，希望今年伫3月1号的大典圆满顺利。大家真欢喜心大家来到做工会，要来甲咱济公禅师祝寿。别远都要伫大厅两边献台，摆上信众所捐献的。今年上届显目的也是拜宴王，用108的山顶海味的盛大排场来表达对神明上悬的敬意，而且所有5素5星6顶6味的献礼，拢代表堪言。整个宴王由明星食品甲几位功德主赞助，同工也阁有水果雕刻艺术，做伙来迎接神明生日。那么这个宴王上传是为明朝流传到今嘛，就是集咱所有的山珍海味
108种，吼，啊，还有咱这个五秀吼，啊，这个绿丁绿味，吼，啊，还有咱的这个素猪素羊，吼，啊，还有所谓敬酒吼，内底敬着上神，这就是讲，咱一般的咱拢适用伫咱的这个新佛的圣诞，而且咱的做酒。过去的帝王时代吼，也是讲这个大型的祭典吼，由皇帝吼来颁布这个帝王宴，这个叫做宴王宴。今年已经第16摆得到内政部藉由宗教工业奖的破坏的这时，嘛要用普天同庆、新年同欢的心情来营造隆重各办喜事的会场，欢迎各界善心代表3月1号踊跃参加。国历3月7日星期六上午9点，大家做伙来接收。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日本山口县为了推广当地观光甲物产，日前伫林德大卖场举办推广会，包括市长吴一铁、山口县春冈知事以及日本真济议员拢共同出席，充分展现双方亲切的友谊。台南市甲日本山口县自2023年革命以来，双方的交流就频繁。伫去年台湾灯会。市长黄伟泰嘛特别感谢山口县的春冈知事，甲日副议长专程来台小店，而且山口县的风景甲日物产嘛相当的出名，因此这届嘛特别来推展当地观光甲日物产。我们欢迎春冈知事，欢迎岛田副议长，要欢迎北村参议员，许多山口县，还有防府市，还有许许多多山口县的好朋友能够来到台南，向台南的民众介绍山口县的很漂亮的风景以及很棒的物产。山口县跟台南之前签好友好交流协定之后，其实彼此间很多交流。知事跟黄市长也见过非常多次，然后他本人也来过台南很多次。对，像去年台南400年也参加过很多台南的相关活动，他对台南的观光美食都很喜欢。那山口县也是非常多温泉、非常多景点跟美食的地方，欢迎大家到山口县来。伫个人狮团精彩热烈的表演，为活动来揭开序幕。现场的山口县嘛特别准备了当地生产的果汁、酒、绿茶，提供民众来免费享用。而山口县的观光吉祥物幸福达摩嘛现身会场，甲大家来互动，邀请民众做伙到山口县来旅游。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爱在社区的爱心物资捐赠活动，2月19甲2月25这2天分别捐予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站以及台南市永保生命关怀协会等的公益团体。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捐赠引起社会回响，号召更加侪人共同关心咱社会周边的弱势族群。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提供市民朋友稳定优质的收视及网络服务，同时更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将去年媒体适度宣导经费结余转作关怀弱势之用，特别规划爱在社区新手相应爱心物资捐赠活动，采买了一批有机蔬果及生活物资，分别捐给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以及台南市拥抱生命关怀协会。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中嘉宽屏常年推动媒体识读，这次特别将宣导经费结余转做公益，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因为我们常年在推动媒体识读那媒体识读在我们的今年度呢有了一些盈余，那么想说那这些盈余希望可以也用在跟社会对社会有帮助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度也选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弱势团体透过我们的一些公益的慈善机构呢，那帮我们把这些物资捐赠给所需要的这些老人家或者是一些弱势族群们，希望发挥我们在地企业的力量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好。爱心捐赠由社团法人拥抱生命关怀协会理事长涂家荣、理事吴俊德代表接下这来自企业的爱心。
理事长涂家荣表示，拥抱协会没有员工，只有一群热心志工，帮助独居长辈及弱势家庭修缮房屋、整理住宅。这次有中嘉宽民三冠王双子星的捐赠，他们一定会将这些爱心物资妥善运用，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我们社团法人拥抱生命行善协会都是志工来自各行各业哦。那拥抱协会只有志工哦，没有员工，是一群各行各业充满人情味的民众来帮助社会被遗忘的弱势的边缘户哦。那我们以前协会会利用这个假日哦，为家境比较不好的或者是独居的长辈哦来做这个修缮这个屋里，然后屋顶，然后整理住家等等环境。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三冠王跟双子星有线电视的捐赠物资哦，我们会把这些物资的部分送给有需要的边缘户哈，让力求精准，才不会浪费这些社会资源的。虽然爱心物资不多，但将媒体试图社区宣导结余，转做公益关怀的用途，这也让中嘉宽屏全体员工都感到相当有意义。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公司未来会持续规划类似的公益活动，让员工一起加入行善做公益的行列。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中油市场内有一间经营多年的面摊，细碗的大面只卖45块，而且分量真济。头家娘讲，唔惊人客食，只惊人客无食饱，而且店内卤菜嘛相当受到欢迎，想要食也阁爱趁早上晚就食无。来到楠梓区的中油市场，里面有家在地飘香多年的面摊，设有简单的用餐区，在早餐时段贩售各样的面食与卤菜。因为价格公道，加上大分量，吸引非常多的顾客用餐。光是小碗的分量就非常足够，每碗45元 ，CP 值非常高。老板娘说不怕客人吃，只怕顾客吃不饱，让附近的住户与工人常常在上班之前来一碗。袂歹啊，但嘛好食，一尾白食食3遍啊。阮像足早就有才食，足早。细汉的时阵食到遮易，食到要8吃吧。但是好食，较来买，无阮无买啊，我若无好食无来食。有人我食伊个碗，我嘛拢食，袂歹啦。还拢食大碗小碗？我小碗，我都食大碗。大部分我们这边的客人就是会觉得我们就是便宜又大碗，薄利多销啊。对啊，因为其实这边早期都是工人比较多，然后就是让他们吃的就是比较饱。有饱足感这样子。麻酱面可以说是店家的招牌，浓浓的麻酱与板娘自制的肉燥结合，扑鼻而来的香气让顾客忍不住想品尝。想要吃面之余切点卤菜搭配，可得看运气。为了新鲜与品质，每日限量供应，太晚来就会吃不到。板娘可没有因为价钱便宜就随便，对品质非常讲究，而且所有的东西统统不放隔夜。附近的店家也给予好评。面很大碗。吃起来蛮顺口的，不一定呢。我多时候都点大碗的，面多，这样子。有时候想到的时候就吃麻酱面，麻酱面蛮大碗的，蛮香的。招牌我们这边大致客人就是点干拌面，要不然就是麻酱面。我们的麻酱是比较浓郁啦，它是没有加任何一滴，都是纯的麻酱。芝麻下去的，对，下去做的啦，对，所以我们的麻酱的味道是很够，对，所以我们的客人是蛮喜欢的。接手摊位超过30年的时间，还是坚持用铜板价来照顾所有的顾客，并且兼顾餐点的品质，让满满的香气与人情味留在顾客心中。记者周福清、陈怡君高雄报道。新北市教育局最近公开英歌工商所研发用科技技术做飞亚的创意课程，也就是以石门水库的底泥作为材料，运用飞亚工程加3D 列印的技术，打造出真特别的陶艺作品。桌上一件件几何曲面优美的线条造型花器和造型咖啡杯陶瓷作品，都是学生们展现创意的心血成果。但陶土原料却是从长期沉积于水库中的淤泥炼制而来。新北市教育局近日公开由英歌工商研发的库尼烧科技制陶创意课程，以石门水库淤泥为材料，运用陶瓷工程技术点石成金，将传统制陶工艺结合3D 列印，打造出独特的陶艺作品。现场由英歌工商学生向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说明库尼烧3D 列印的过程，运用长期沉积于石门水库的无用淤泥为素材，转化为在地原生特色陶土，符合 SDGs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循环经济观念。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
透过科技创新及技职教育结合，把水库淤泥变黄金及促进陶瓷产业创新突破。在 AI 科技时代浪潮下，善用 AI 科技人才，才能不断创新突破。这次透过许多单位合作，共同促成的库尼烧真的很酷。我想啊，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啊，就是 SDGs 啊，怎么样让环境的永续啊，我们竟然可以把我们最头痛的石门水库淤泥变成宝贝哦，那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兴奋的事情啊。原来石门水库的淤泥竟然可以成为我们科技制陶很重要的材料。而且经过我们的产官学研各个单位的一个测试合作以后，能够产出最具体的一些未来一个莺歌陶瓷就是库尼烧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我觉得对于整个不管是在技职教育，还有整个未来的产业发展，其实都会变成一种流行，也是符合整个 SDGs 未来整个很重要的发展。莺歌工商的学生表示，从没想过水库淤泥能变成陶土的素材。虽然一开始炼土遇到困难，但借由3D 列印的制作方式，做出一般手捏陶无法做出的线条效果表现，收获成长很多。从来没有想到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淤泥，然后结合到陶土里面进行3D 列印，因为以往的陶瓷都是以手做为主，然后这次以3D 列印就可以制作一些手做没办法做到更精致或是那种形状角度更刁钻的作品来呈现出这个效果。应该是炼土的部分，要把淤泥炼成一般要注入到那个机器的那个陶土，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比较困难的。简单说一下那个过程，就是要先把它晒干，然后放到炼土机里面炼完之后，再把它放到箱子里面，然后就可以把它注到那个3D 列印那台机器的旁边那个管子，就可以开始列印。我觉得应该是加分的，因为它可以做更多手做没办法达成的效果跟一些花纹跟纹路，我觉得这样是对于制作有更大的帮助跟那个辅助的效果。新北教育局表示，新北市长期透过产官学紧密合作，将产业需求融入课程，为学生打造跨领域学习平台。在今年暑假期间，莺歌工商及长安国小将办理6场陶瓷3D 列印娱乐影及5场教师研习，从国中小职业试探、高中阶段培养专业技术、科大及产业深化专业及就业力，一贯化培育顶尖人才，同时关注环境议题，希望培养出成为具备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的新世代职人。全国首创科技制陶。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2月27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